哇，保时捷，哇，保时捷女销售被 AI 合成的不雅视频造黄谣了。青岛的某女士呢，连续2年都卖出170台的保时捷，而成为了销冠。今年的前5个月份呢，她也卖出了80多台了，确实非常厉害。结果某些人呢就不相信她是靠实力的，非说是靠潜规则。所以最早她是销冠的新闻出来的时候呢，评论区都是各种的，肯定是跟客户有貓腻啦。这年頭誰有錢買保時捷？難道是因為車好嗎？你睇佢賣車咁勁，一定係同啲客狗上瓦坑有條路啦。我話你哋班友都係黐線嘅，人哋啲客有6到7成啊，都係女性嚟㗎，唔通個個都係性別女，但係取向都係女嘅咩？現在呢就更離譜啦，直接上黃片，給他 AI 換臉，原始的素材居然是人家2024年銷售活動的公開採訪視頻。喂 ，AI 不是給你造黃謠的，是給你老闆做 PPT 的嘛？基礎嘅換面操作咧就零門檻嘅，幾十蚊都搞得掂㗎啦。咁幾十蚊咧可以買個茶餐廳套餐。但係佢哋咧選擇買咗人哋嘅專業。最慘的是某女士呢被騷擾到生活崩潰了，手機被電話轟炸，微信用來了200多個人的好友申請，全部都是默認頭像無簡介的那種賬號。唉，真係好慘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保時捷的銷售，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到您呢？這樣的，我有些事情要你幫幫我，你也不想你拍小視頻的事情被保時捷知道啊？啊，我想買部保時捷嘅模型咯，你可唔可以着少啲同我視頻介紹下啫？好在造謠者呢把某女士送上了熱搜，但是她也把造謠者送上了法庭。某女士呢應和反擊，報警，律師團隊懸賞線索。一個在群裡轉發的照片配不雅視頻的呢已經被拘了。造謠者的丁某呢在悔過書裡面也寫着：我是在沒腦子的情況下轉發的。真係信佢係個鬼啊！不是吧？現在造謠者都流行無腦模式了嗎？依家輔助駕駛咁鼎盛啦，依家啲人犯罪都興自動駕駛模式噶啦。咁不如直接同個法官講，法官大人，唔係我轉發嘅，係我隻手鬼上身轉發嘅啫，唔關我事噶。肅靜，咁我拘你嘅手5日，你個身體自己返歸得唔得？其實成件事咧就反映出一個社會嘅病態啦。一見到女性成功，就自動腦補肯定有警棍。人哋賣車賣出咗名堂，你就用 AI 幫人哋拍鹹片。呢種心態咧，同啲阿伯見到靚女開豪車就話肯定係契爺送嘅咧，係一樣嘅道理。呢種係一種精神上面嘅紅眼病。點解唔可以大大方方讚人哋一句叻女呢？其實依家 AI 咁發達咁方便咧，我真係好希望佢用喺保時捷嘅新車型上邊，而唔係用喺幫佢嘅銷冠做黑材料咯。嗱，至於造謠嘅嗰個人，冇錯，你好有創意，好有諗法。你係一時嘅快樂，但係帶俾人哋嘅卻係無盡嘅痛苦。點解唔將你嘅才華用喺有用嘅事情上面，而用喺呢啲違法嘅事情上面呢？